台中市的运动建设全民参与啊，这个建设的成果非常丰硕。这个国民运动中心啊，若是到明年底呢，总共有18座这么多，所展现的是推动运动城市的决心甲效率哦。 根据平面媒体公布，2025运动城市大调查，台中市摕到18面奖牌，其中体育运动经费总额有34.9亿，全国第一。市府嘛连续9冬摕到教育部运动爱台湾2.0特优奖，展现市府伫体育长期发展的成果。这是成长的部分，从108年成长到现在，增加了21座，是全国最多的，总场馆数 达到了175座，也是全国第2的。从今年的3月8号开始，提供了我们女性，包括使用我们的体适能中心游泳池的部分，从30天增加到40天的月卡的部分，让我们所有的女性在平常在忙家务还有工作之余，能够进来我们国运来做使用。 运动局嘛指出，市府为108年4月国民运动中心，预估明年年底会到18月，希望让市民拢会当欢喜来运动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